頂唔順啦，我就決定同媽咪講，我要喺呢度發展。我清晰到我自己嘅目標，我想點？我想開一間營養俱樂部，我想開一間cafe。我今日跟我媽可以喺呢度做到我自己想要嘅嘢，我好多謝佢。放工嘅時候聽老媽嘅書啦，上堂啦，學唔同嘅嘢啦。放假嘅時候咧，都係去學習啦。跟住呢個係第一次從阿媽嚟嘅場啦，你睇下嗰陣時仲係好肥，啱啱開始第一次嘅上堂，之前咧係冇上過堂嘅，我第一次帶熱身啦。我改善咗經痛嘅問題啦，我嚟 M 嘅時候係真係落唔到床，翻唔到工，出唔到街。